明仔载是拜二，也就是元宵来看在地人在地人的团圆啊。像这个台东上较重要庆典就是什么？炮炸邯郸夜。啊，今年共款有真侪人伫参加，其中出名这个玄武堂啊，办头一场的活动，现场有一位南非来的外国人，伊叫马克。伊办这个肉身的邯郸夜已经是第4摆啊。 炮声隆隆叫，徛伫顶椅顶面的肉身邯郸夜，接受炮的洗礼，每当元宵台东的重头戏。炸邯郸夜闹热滚滚，今年同款是吸引真侪信众围观，当然嘛吸引袂少人勇敢徛上桥。有做过吗？没有，第一次，还是会有点怕。第一届难免惊惊，真侪邯郸夜身上嘛有留这个炮灰甲空喙，不过这位来自南非的马克，颠倒无咧惊。 今天是我第4次，我希望我可以之后也参加这个。炮声乒乓叫有够大声的，不过若是愈大声咧，这是代表愈来愈旺。虽然对活动的烟流有无同的讲法，但是这对青条流传落来，早期的驱邪记号，到即马已经变成是重要传统的民俗，若是团结在地正义，嘛成功带动台东的观光。